今日教你4個維修手錶會遇到嘅隱形陷阱，成日都會遇到有朋友因為唔了解維修嘅流程同埋收費嘅細節，送到隻手錶過嚟先發覺原來會 over budget。今日直接教大家避雷。陷阱一，突然有嘢壞，報價嗰時就話一個價錢，實際維修嗰時先發覺呢度壞嗰度壞，再同你報個高啲嘅價，維修到一半唔上唔落唔頂唔掉，點樣避免中伏啊？放低隻手錶嗰時一定要同維修師傅問清楚個價錢，通常師傅一睇就知嗰隻手錶有冇問題，冇理由係之後先知，同埋問清楚有冇任何隱藏嘅收費。陷阱二，先斬後奏，有啲維修師傅喺未經你嘅同意情況底下就幫你換咗個零件，放低嗰時淨係話走時唔準，維修之後就話幫你換咗零件，成為18800，點樣可以避免中伏呢？事先一定要強調未經同意底下不得更換任何零件，並且要求保留住舊零件作為對照。做得好嘅師傅啊，其實係會主動同你講，唔會立亂報價。陷阱三，留手尾。有啲維修師傅真係維修得好差，佢又未做防水測試，又未搞好隻錶，有機會行下又壞。偷停好多嘢都見過，點樣避免中伏呢？通常維修師傅做完任何嘢都會影低相，有證有據，所以揾間有信心嘅維修中心，仲會保養你1年，好似我哋維修中心咁樣，有壞即刻包維修。陷阱四，偷換零件，有啲手腳唔乾淨嘅維修師傅，佢哋直頭會偷換咗啲真嘅零件，再賣翻出去。點樣避免中伏啊？揾維修中心嗰時一定要 research 好，佢哋係一間可靠可信嘅維修中心，仲有佢哋嘅師傅一定要係合資格、政府認可嘅維修師傅。留言話我知你嘅手錶型號，我就俾個維修嘅 discount 俾你。